近年最多人講嘅就係北上消費，零售得，服務業執，仲有車房都得。到底香港仲有冇未來呢？今日我哋就嚟探討下啦。我覺得有咯，不過覺得以前嗰套唔得咯。其實我哋反而覺得而家香港汽車行業其實正正就係經歷緊一種20年嚟嘅大轉型。如果仲停留喺舊嘅思維，只會越做越辛苦啊。其實好多人以為香港少咗人少咗車，導致到車嘅行業式微，但其實唔係啊。我哋睇翻運輸署近呢2年嘅數據啊，每年咧有3萬部登記，近呢1年甚至去到5萬部，即係代表咩啊？代表其實唔係冇人買車，而係車已經變咗啦。唔係冇市場，不過市場唔同咗啫。以前嘅香港咧，日本車同歐洲車都好多啦，即係代表維修嘅技術都係差唔多。但近呢1-2年，電動車嘅比例越嚟越高，例如 Tesla、BYD 等等啦，即係代表咩？代表住以前學到嘅嗰一套技術咧，未必應付到未來10年嘅需要。係㗎，喺香港傳統大多數嘅車房啦，可能以前有車為主，就係做啲維修保養啊、換油啊、火嘴啊、皮帶或者油路好多嘅。但係而家電車已經完全唔同，如果你唔進步嘅話咧，一定會俾市場所淘汰。你唔變，市場會淘汰你㗎，知唔知啊？咁車房喺未來到底係靠咩生存嘅咧？我覺得係技術嘅。咁啊，而家新嘅電車啊，或者包括有車嘅維修啦，由傳統嘅 V&V 裝拆，而家會衍生咗更加多 ECU、TCU，咁啊，包括電車嘅 VCM 啊，咁啊去做一個 diagnostic 診斷啦，data 嘅 recovering。咁真正值錢嘅咧，就唔係部電腦，而係用電腦嗰個人。咁當然前提啦，就係你都要識用嗰部電腦。而家唔係鬥平，係鬥技術、鬥價差，仲剪開離子機啊！好多人覺得電車係冇乜嘢整，乜真係咁咩？其實完全相反啦。咁啊，電車比起傳統有車咧，其實都係重好多嘅。對於架車嘅 tiling 啦、迫力啦、避震啦、底架嘅要求，其實都係會高好多。視乎翻個車主唔同嘅用途啦。咁有啲人會有可能翻工放工係 daily 嘅。有啲人會攞嚟跑山啊，或者 even 更加進取會攞嚟落 check。咁其實佢對於呢個調校啊，無論係維修啊方面入手，其實都係會更加高難度。做個嘢可以複製，但係專業判斷係唔可以複製。其實而家嘅客人都已經唔同咗啦。以前師傅話點整就要點整，但係咧而家客人都識得上 Facebook 啦、上 YouTube 比較各種嘅案例，所以咧其實而家維修就已經唔係單單維修咁簡單啦，而係一種專業嘅服務。另一樣嘢，我覺得香港一直可以改善嘅地方咧，就係車房之間嘅合作。係㗎，冇錯，因為其實冇可能話一間車房咩都係專業嘅。咁啊，有人做 programming 啦，就有人做 brake，有人做胎同埋避震。咁我覺得係需要互相合作啦，係入得到最好嘅方案。咁啊，成個行業咧，先至會健康，同埋大家有生意做。同行係拍檔，唔係敵人。所以都有人問啦，而家市道咁差，點解你哋車房仲要裝修咧？因為我哋唔係想裝修得靚啦，咁啊想打破其實香港傳統對於車房嘅印象。咁我哋而家都劃分咗個區域嘅俾客人啦，可以更加透明咁見到我哋嘅工作啦，了解，增加大家個 connection，清晰知道發生緊啲咩事，而唔係好似傳統咁啦，交低部車，話換啲咩就換啲咩啊，跟住就攞翻部車走，係啦。咁啊，大家成個過程非常清晰透明，完成呢一件事啊，唔好理係整車又好啊，改車又好啊，係啊。車主都會更加完整知道發生緊咩事。其實我哋咧唔想做一間傳統嘅車房，我哋想做一間 workshop，專門去研究啲汽車，就靠我哋呢啲師傅去專業嘅研究，同埋客人大家嘅溝通，再判斷呢架車出咗咩問題，唔會盲目亂咁使錢去做呢架車，就係咁簡單。宗旨。好啦，到最後啦，唔知你對香港車房嘅未來有啲咩睇法咧？其實世界一直變緊啦，車又變緊，技術都不斷進步。我覺得只要你願意學習啦，願意去提升你嘅技術，同埋為客人負責，你永遠都有個價值喺度。啱啦，其實市場一直都變緊，只要師傅有技術啦，車房對客人負責任咧，個市場一定都會喺度嘅。唔知大家對車房未來有啲咩睇法咧？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啦。今日嚟到呢度先啦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